唐简，你给我老实点，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是被冤枉的。各位，这是为何？宋大哥，你刚才不在，事情是这样的。哼！你们听到宋兄说的没有？都怪你们不明是非，放走了王胜。我呸！那还不是因为你藏着掖着，妄想独吞王胜跟纳戒。好了，不是相互埋怨的时候。真没想到，龙大夫竟然就是王胜，亏我对他以诚相待。此人狡猾至极，史大姐可有对策？戒备烟花信号放出去了，4大城门全都关上了，4城守卫也得到了我的消息，沿途执行宵禁，以便全城搜捕，他跑不出去的。那他如果也跟着混入民居呢？怎么整？寻魂珠，这是由我史家秘术炼制而成的宝珠。只要用寻魂珠接触王胜和高瑶碰过的人或物，寻魂珠就会吸取他们的气息。只要他们在5里内，寻魂珠就可以示警，并指出他们的方向。4城门关闭，全城宵禁，任何人不得出户，违者格杀勿论。哎，跑快点，别耽误了回府取寻魂珠。是。师傅，感觉不太妙啊！我们刚才不是骗过去了吗？骗过去了，看这阵仗，定是已被宋明看穿了。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呀？你先在这躲着，我出去看看还有没有别的路。哎，师傅！快点，跟上！快点，跟上！龙大夫就是王胜，4城门已关，可以行动了。待4爷。王胜，你的死期到了。东边代将，南边下将，